传统歌嘛，就是亚特兰大奥运的主题曲的郭英阿公唱的那一首。有人讲老人饮酒歌，有人讲欢乐饮酒歌。阿美族以前的传统歌没有歌名的，没有就歌名都是人家取的，不是我们自己取的哈。但是这首歌是在聚会的时候、喝酒的时候会唱的，所以就变成欢乐饮酒嘛哈，就不知道为了老人，因为会唱的都是老人家，年轻人很少会唱，所以这样的歌其实以前部落的老人家唱，可能年轻人都不会。然后也不知道，可能是亚特兰大奥运主题曲红起来之后，全部的聚会歌就变成奥运的主题曲，就好像大家老人家都要争先恐后的来唱这首歌，好像这首歌很红那样。然后我那时候是有认真去写啊，就是那时候就我的态度，我觉得我应该反省一下，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去跟老人家写，而老人家放到年轻人来写，他也觉得很奇怪，因为对他们来讲，以前这种歌本来就口传的，在生活中自然而然传下去的，可是我硬生生要用学者那种方式，阿公刚刚怎么唱的呀？老师阿公都唱一遍，然后我就写的，然后我觉得我写不清楚，我再请阿公再唱第二遍的时候，跟第一遍不一样，然后再唱第三遍又不一样了，阿公到底哪一个准呢？可是我也说不上来，因为阿公他也觉得他也没有办法应该说解释这些事情，因为是看心情而唱的，就像 R&B 一样，呜耶没有意思，可是每个人呜跟耶都不一样。第一个阿公唱的跟第二个阿公唱的、第三个阿公唱的都不一样，然后阿公还要抢我唱的比较对啦，到底哪一个对？所以其实我后来讲到最后，真的是看个人的心情去阐释那样的事情，可是那个东西是我觉得是要靠很多时间去累积的。阿公他们以前没有听过流行乐，他们甚至乐器这件事情，因为阿美族没有乐器的，没有吉他这件事情都没有经历过，他们直接就是清唱吟唱，像这样子。嘿呀哈哟啊哈呀。谢谢。我唱的都是这样哦，但是有时候心情不太一样的时候，就有一点点不一样。但是为了帮跟我一起搭配的朋友跟我合在一起，所以我还是调整了一点点啊，类似啊。但要不然口传的主曲的音乐，真的是一首歌有很多种样子，要看心情，而且要看人的。好，所以有时候你们去听原住民的歌的时候，你不要见怪不怪哦。其实真的，他讲一样的东西的时候，事实上每个人唱的心情不一样，就会不一样了。好，你不要去纠正他。阿公你这样唱跟那个阿公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本来就不一样啊，本来人就不一样了，对。好，今天也做另外一种结合的方式，我们用 DJ 哦 ，DJ 就是来唱搭配我刚刚唱的那首歌。DJ 可能大家比较懂，就是比较流行气味的东西，可是他放的是比较让嘻哈的节奏。DJ 嘻哈跟原住民很冲突，对不对？我们试试看好不好？然后把这三个东西合在一起。好，你们要假装你们是嘻哈好不好？好，即便我唱传统歌，你们有好不好？要不然我等下在台上我很尴尬。我们试试看，从这首歌开始，《欢乐一九歌》的DJ 版本。好，来我介绍我的 DJ Happy。有没有？他平常都在很暗的地方工作 ，DJ 从来没有在这么亮的地方表演过。有声音吗？很小声哎，有吗？好。嘿呀哈哟啊哈呀。
介绍一下我的 DJ 何必。哎呀，我。